月23號下晝6點45分，鯉魚門受到潮漲影響啦，海浪比較大㗎，海浪經常拍上岸嘅，海上面嘅白頭浪越嚟越犀利啊，不停咁樣湧緊上嚟，可以見到對面岸杏花村嗰邊啊，非常之大嘅啲浪，情況相當之危險㗎啦。海面上捲起極巨浪㗎啦，風勢亦都相當猛烈。浪不停咁樣拍打，又拍嚟啦！而家 zoom 過去杏花村嗰邊，啲浪亦都係拍打上岸。